各位親愛嘅中華民族同胞，我希望你哋我而家係同呢一個飲食業呢一個團體呢，係做一個全世界和合嘅運動。OK， 6月14號同埋12月25號，我邀請你哋喺嗰2日呢，就做一個免費餐，而佢哋啲人呢嚟，我就俾即係喺嗰日12月25號或者6月14號嚇，嗰啲人嚟到我要食免費餐啊！因為我而家收到呢個promotional 嘅，即係呢個推廣嘅推廣你個飲食業㗎。咁咧你就俾個免費餐佢 ，OK？ 咁你喺當日咧，如果嗰啲人冇呢一樣嘢，冇呢一樣嘢嘅時候咧，你咧就準備你自己嗰間酒樓嗰間飲食業即係你嗰間餐館，就寫你嗰間餐館個名同埋你嗰個地點，即係你嗰個係啦，你個地點啦。咁咧同埋寫住6月14號同埋呢個12月25號嗰2個日子喺度。咁咧你就可以賣俾出邊啲人咧10蚊，即係你10蚊你可以用你嗰個即係我就世界10蚊餐咁樣嘅。咁10蚊都係一個價位嚟嘅。咁你咧就收咗嗰啲錢啦，咁你又可以將嗰啲錢咧愛嚟6月14號同埋12月25號咧，可以去俾呢個免費10蚊餐。就係好在咧呢一個即係推廣你嗰間餐館咧，嗰啲人買咗之後咧，佢係一世嘅，即係每一年嘅6月14號咧，佢就帶住你賣俾佢嗰樣嘢咧，佢就周圍去全世界嘅餐館就食免費餐。6月14號同埋12月25號嗰2日，擠喺你嗰個推廣嗰個 promotional item。我唔好意思，因為我係嚟咗外國咧50年啦，我啲中文咧好差，即係好唔流暢。咁 anyway， 我係希望我心愛嘅中國同胞，我媽媽係中國出世嘅，即係我爸爸都係。但係因為我好錫我媽媽。我媽媽係東莞道教永興村。我希望喺嗰度咧可以起一間呢個酒店嚇，喺個酒店。咁喺而家呢個時候咧，我就呼籲我哋全世界中國嘅餐館、中華民族嘅餐館，6月14號、12月25號，我哋送出個免費餐 ，OK？welcome 全世界嘅人去我哋個中華民族嗰啲美食啊，我哋好好食嘅啲Asian cuisine is wonderful。好，咁係啦，我希望你哋傳開去啦。你哋餐館就可以做一啲即係一啲 promotional item 嚇，你哋個人都可以㗎。即係譬如你可以做一啲 promotional item 咧，寫住你個名，同埋寫住咧12月25號同埋6月14號，你可以寫10蚊咁喺度。咁咧就賣俾人10蚊，買嗰個人買翻嚟咧，佢哋係有一個價值喺度嘅，因為佢每一年咧，佢6月14號咧同埋12月25號咧，佢帶住佢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去食免費餐。OK， 我哋
一齊做呢件事啦！我哋中國人偉大，人民偉大。